台湾的风俗会讲，基督教婴仔来做秀，代表好运要来啊。要毋过，若是数量伤济，可能嘛是真困扰。亲像伫新竹的竹东市内，电火条顶头就有济婴仔，若对下骹过无细致，就去滴着鸟仔屎，互当地人真困扰。婴仔就停伫电火条的电线顶悬，数量至少上100只，而且愈晚暗时数量愈济。这些婴仔的排泄物，也造成竹东地区民众相当的困扰。那一天没有开走了，一大堆。我们车子会放，明天早上的话就是让哇，这个都大便。大部分是在傍晚时间，他们在休息的时候，因为吃饱了就要拉屎了，所以您如果避开这个时段，好，或者说在骑楼底下，不要在这个空旷的地方，可能就会比较安全一点。专家讲，这款婴仔的品种算是佳燕，春天是佳燕的探种时期。来到热天，佳燕的幼囝已经大汉，目前是佳燕准备往南的季节。那为什么集中在同一区？也叫合会表示，这参婴仔的食物有真大关系。幼鸟已经长成了，那就会有集结往南飞，准备要到比较温暖的地方啊，因为台湾的冬天还是太冷。那因为这个时候也会有一些蚊虫，好在。市区的路灯附近啊，那电线就是他们的一个休息站。专家提醒，嘉义经过台湾时间真短，希望大家爱好好爱惜因，千万唔通去交了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